想要高頻人生，點樣放下5樣嘢 ？OK， 高頻嘅人生真係點解啊？就係大我啦，就好簡單。想要高頻嘅人生，高頻嘅人生就係小我就係低頻嘅，高頻就係大我，甚至乎一個無限嘅我。如果你想要高頻人生呢，就係第一個放低小我啦。小我意思就係有啲乜嘢係小我呢？唔開心啊、妒忌啊、睇唔起自己啊，甚至乎去覺得自己唔夠好啊、嬲自己啊、唔信任自己啊，呢啲等等係嘛？或者係唔信任外在世界等等呢啲小我。好啦，咁呢一個嘅人生係比較低頻，咁好多嘢咧都會有個狀態就 judge 啊，或者係質疑啊，又或者係要 prove 咗好多嘢先信任一個人。喺呢個狀態裏邊越嚟越理性唔係憑感覺嘅時候，就係對方如果有真心嘅時候，你會 feel 到對方唔夠真心，你就可能要去好多理論去支持呢個部分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會有時候咧要透過好多嘅理性咧先去理解呢個世界。嗱，當你高頻嘅狀態咧，透過感覺。嗱，感覺咧唔係講緊哇啲人咁憑感覺㗎，可能係唔夠理性、唔夠理據喎。我哋講緊嘅感覺咧係同你嘅靈魂同你嘅神一齊去睇嘅狀態，唔係就係憑感覺。憑感覺嗰啲如果唔係同你嘅心同你嘅神一齊去嘅話咧，咁咧就唔係感覺嚟嘅，嗰啲係叫情感。情感同感覺好唔同㗎喎。情感咧就係自己有拉扯嘅，有慾望喺度嘅情感，有情嘅個情要有個情字裏邊咧係會有私心嘅。愛情同大愛同慈愛係兩樣嘢嚟嘅喎。OK 得唔得啊？係3種唔同嘅愛嚟嘅喎。OK， 咁所以咧情感呢樣嘢咧就會有時候蒙咗自己。咁感覺嘅意思就係我哋比較覺察地、理性地、冷靜地都有呢種感覺嘅。OK， 咁呢個叫 awareness，OK， 呢種感覺叫 awareness，OK， 係覺察性嘅。OK， 咁好啦，咁跟住之後我哋睇到呢一種嘅感覺呢，就係高頻嘅意思呢，就係我哋充滿住被接受啦、被認同啦、被支持啦，我哋就支持人哋啦，去 accept 其他嘅狀態啦。跟住之後呢，有希望啦，充滿住快樂啦，充滿住一個嘅理解啦，充滿住智慧啦，充滿住呢一個嘅被接納啦，充滿住接納人啦，充滿住呢一個嘅智慧去梳理啊，充滿住啟迪人心啦 ，OK， 充滿住呢一個嘅學習啦，充滿住呢一個嘅理性啦，充滿住呢一個嘅愛啦，充滿住慈愛啦，充滿住喜悅啦，充滿住感受到大家都係兄弟姊妹啦，感受到大家都係喺宇宙裏邊係一家人啦，感受到大家係和諧一致啦，感受到大家係可以有一個好平靜、好寧靜嘅心，好有幫人嘅心、協助生命嘅心，感受到大家係互相愛戴嘅心，感受到呢一個宇宙係愛你嘅，感受到你都係愛宇宙嘅，感受到如有神在嘅，感受到神所愛嘅，感受到宇宙萬物皆一體嘅，感受到大家都係愛嘅流轉嘅，感受到呢一個宇宙嘅，相信呢個宇宙嘅吸引力同顯化力嘅，相信宇宙係愛你嘅，咁等等呢一部分，咁就係呢啲係高頻人生啦。咁好啦，點樣放下5樣嘢呢？好簡單。放下我嘅自我懷疑，自我懷疑咧就係唔相信自己啦。啲頭髮會唔會再生㗎？好簡單一樣嘢。究竟我啲指甲會唔會剪咗之後會唔會再出嚟㗎？咁樣相唔相信自己係有能力㗎？等等呢一部分，相唔相信自己係一個有價值嘅人啊？咁啊，如果唔相信自己有價值嘅人咧，成日就揾出邊去揾認同嘅時候咧，自己總係有一種唔滿足、唔圓滿，甚至乎咧內在力量唔夠。咁呢一個狀態裏邊咧，就未能夠可以去到高頻啦，因為冇墊底啊，冇底氣啊。咁所以咧，第一部分你要放低一啲嘢，令到自己係有底氣。第一個部分咧就係個自我懷疑，我可能真係自己冇外在嘅價值喎，咁樣吓？唔係啩？你啲頭髮幫你生緊，你啲毛孔幫你生緊頭髮喎，佢有冇價值啊？有價值，佢都係你嘅一部分喎，係嘛？點會冇價值呢？你嘅身體啦，去維持你嘅日常嘅恆溫啦、作息時間啦，可以令到你有休息、有動力去創造啦，係咪？咁呢個狀態佢有冇價值？佢有價值，佢都係你嘅一部分。所以你而家活着聽緊呢個 video 嘅時候咧，你所有嘅細胞都喺度運行緊嘅時候，你有冇價值？所有細胞都係你嘅一部分。OK， 有冇價值？梗係有價值啦。咁自然就你都係有價值啦，係咪？咁喺一個狀態底下，我本身係有價值嘅，我嘅本質係有價值嘅，得唔得？OK， 明唔明白啊？咁所以要放低你嘅自我懷疑，令你自己有底氣先。第二部分啦，就係認同自己。認同自己啲乜嘢啊？認同自己你有啲乜嘢，你就認同佢、接受佢、感恩佢、去支持佢、去欣賞你自己。
OK， 呢個就係你嘅底氣，得唔得？所以每一次高頻之前一定要創造一個底氣，欣賞自己原來咧係好有能力嘅喎。OK， 欣賞自己咧係會持續長高成長嘅喎，係嘛？無論你幾多歲，我當然有啲人話歲數大會唔會開始轉移啊？咁有機會其實係因為個裏邊嘅營養唔充足。當你持續保持營養充足嘅時候咧，又有機會可以持續不斷咁樣健康㗎。咁所以有一啲古人咧，佢哋修煉嘅時候咧，佢哋可以去到300歲。聽聞啊，老子咧，佢而家去到300歲，係咪？估唔到 OK。第三部分就係放下啲唔愛自己嘅嘢。放下啲唔愛自己嘅嘢，點解？愛自己係會增加你嘅氣血流通，增加你嘅心靈力量，增加你嘅心臟力，係咪？咁令到你持續不斷有更新嘅能力，持續不斷咧有一個和諧共振嘅能力。咁所以咧，放下啲唔愛自己嘅嘢，唔愛自己嘅信息意念，唔愛自己嘅行為模式去改變佢，唔愛自己嘅一啲嘅人事物去放輕佢，咁唔會再做一個拉扯。咁所以放下呢啲先，等你去有足夠嘅愛，你先愛翻呢啲人。得唔得？因為你唔愛自己，你自己如果唔開心嘅時候，你有冇足夠嘅愛去愛他？愛唔到啦。咁所以你首先要放下佢，培養自己愛自己嘅能力。當你培養自己愛自己嘅能力嘅時候咧，當你培養夠啦，你可以有力量去愛他。咁好啦，喺呢個狀態底下咧，就放低唔愛自己嘅狀態。平時食無定時啊，咁唔愛自己啦，係咪？平時唔識得去好好錫自己啊，去勞碌自己又唔愛自己啦。平時係好少去飲水啊，都係唔愛自己啦，係咪？好少去講愛自己啊，都係唔愛自己啦，係咪？多啲講愛自己，多啲望住個鏡講愛自己，去放低啲唔愛自己嘅嘢 ，OK？ 同埋唔好食啲唔愛自己嘅食物，譬如係唔好飲咁多嘅可口可樂啊，唔好食咁多令到自己喉嚨痛嘅嘢啊，即係例如薯條啊，唔好咁夜瞓覺啊，因為嗰啲嘅身體嘅失調唔協調啊等等呢啲部分，唔好講一啲唔愛自己嘅嘢啊，唔好講咁多唔愛自己嘅信息啦，唔好咁講咁多去 challenge 自己嘅嘢啊，首先去愛自己，去欣賞自己，去增加你個底氣。OK， 好啦，講完第3樣嘢，第4樣嘢咧就係放下令自己唔開心嘅嘢啊。點解啊？因為你唔放下自己，令自己唔開心，你望住你都會更加唔開心，你感受佢又唔開心，你見到佢又唔開心，你見到呢一啲嘅嘢唔開心嘅時候咧，放低佢，因為佢影響緊你去共振翻你自己有嘅一個情緒、一個情感，又繼續俾自己去 loop 啊。OK， 得唔得？喺呢個狀況，咁所以放低啲唔開心嘅嘢啦，咁慢慢咧令到自己都可以好開心啦。如果你話好想影響翻佢，令到你自己開心先，得唔得？你都唔開心，你望住佢又唔開心，你點影響翻佢？咁所以咧，放低你自己嘅開心，跟住之後你有足夠嘅開心咧，咪影響翻你身邊嘅人開心咯，得唔得？首先去放低你嘅唔開心，跟住之後有足夠嘅開心就可以影響身邊人開心啦。咁好啦，到最後啦，放低自己唔平靜嘅嘢，唔平靜嘅嘢就係譬如係啲乜嘢啊？譬如係好亂啊，思緒好亂啊，俾自己能夠可以放輕呢啲雜念啊，放輕呢一啲嘅信念啊 ，OK， 放低佢，跟住之後咧，令到自己咧可以咧好平靜 ，OK， 因為平靜嘅 vibration 係去到5、6、8嘅，咁所以咧以上嘅，咁所以你放低啲凌亂嘅嘢。我放輕佢 ，OK， 甚至乎放輕啲思考呢啲思想。有時候話，哇唔係喎，有啲嘢真係要處理喎，但係佢搞到我唔夠平靜喎。咁你就去覺察翻，究竟呢一啲嘅部分點樣令到自己唔平靜呢？係咪自己有一啲乜嘢嘅信息念頭呢？咁啊，當你自己平靜嘅時候，又可以好容易去處理你而家遇到嘅一啲嘅情況。咁所以咧喺呢個狀態裏邊咧，你越放低呢5樣嘢嘅時候咧，你嘅人生係越高頻，越高頻嘅狀態啲咩好啊？越容易處理事情咯，冇咁多情緒影響你咯，冇咁多呢個情感影響你咯，係嘛？更加有智慧冷靜去處理事情啦。OK， 咁所以高頻人生嘅人咧，佢哋會好輕易咁樣去處理到啲事情啦，或者係處理一啲人事。點解咧？因為佢就係一個keep 住高頻，就算佢處理唔好都好咧，佢都永遠 keep 住自己嘅高頻咧去創造。高頻係帶俾自己能夠有機會處理到啦，好輕鬆處理到啦，同時間咧去創造，
去發揮一個嘅可能性，會唔會俾處理唔到嘅嘢影響到？如果你處理到又可以創造，咁就 win win 啦，係咪？好多嘢都會更加輕鬆啦。咁啊，祝福大家可以放低呢樣嘢啦。嗱，首先放低自我懷疑啦，放低呢一個嘅唔認同自己啦 ，OK， 去認同自己啦，去接受自己啦，放低唔夠愛自己啦，係嘛？去挑戰自己啦，係咪？咁啊，去好好去愛自己啦，放低令到自己唔開心嘅人事物啦。點解？因為佢消耗緊自己，唔可以令到自己開心嘛。咁當自己開心到，你咪影響翻佢咯，係咪？有能力有能量噶啦噃。咁啊，跟住放低啲唔能夠平靜嘅嘢啦，咁樣係嘛？咁令到自己平靜咯，係啦，即係亂啊等等一部分亂嘅思維啊 ，OK。咁啊，放低佢，放輕佢，咪令到自己可以好平靜咯，好舒服啦，係嘛？咁就令到自己嘅人生就變得高頻咯。咁啊，祝福大家啦 ，OK。如果你中意呢條片，歡迎 Like、Comment、Share， 同時間訂閱我哋嘅頻道，開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新出嘅影片啦。下次見。